按照我用们也买货啊！你说就我好多年我这都好累了，我妈妈老本地，我好累没多嘛。错，我用也就活得老么大了嘛。你谁买了把我的嘛？那多人工给你，我记得把我给搁着，我要过6月回家了把那我，看那有谁来不好啊？你我就我嘛少看人大母。去3点5绕了你要不宝啊？要为你家些绕啊，莫被人家头到脚的，你猜我玩啥？Hello， 你不要叫啊！我被做工地多少工地好懂好多，你不要大工地名就没好好留考啊。好的。妈妈，我去烧水壶等下呢，烧壶呢呀，烧壶就妈妈我知道，妈妈我讲，妈妈我立马烧去。以前我们去的要老把我那狗母啊，卫生去哈，我的，我就叫了，找水壶去哈，哎呀，这种人好容易就靠带啊，这位，我刚好进杀了还在那。要上把火，上还是把火了。我落了哪了？我落了要么再落的，我落呀也要捞，有的哦，要捞，还没才落了现在捞，对哪有捞的是把这我落呀呀，还没比既然带到你要啊。里面带到母带到五母少黑五个去黑的呢，还没白天了看见。上爬水到那米杀了就杀一道把过来，捞，往到去的，你也杀你好累呢。我们家能得点了，捞，少够了那个我没一个。我讲的，我讲我甚至告诉老我被他的人，你没叫就浪改，叫多，我应该我理就有了多，我什么人看家好，没乱就了，好像到我家，昨天来了说是我都是呢，装包的对了，中了没牛山，都给了，结果呢，去说谁我呢，我看见。你啥在下去到包就你来你宝贝后要多了水豆。妈妈教啥？妈妈教盆茶木哈，然后教用木老几句然后人倒的呀。有的我家教这里我妈妈教一代啥家教改代名字，要教跟上老爸好几月的老六看妈妈教我介绍也没教我教用的这个讲，然后就居然早教你盆茶。有了，教练，我用问题，老人嘛有火，教练我得打哈，我另外过2轮高，然后少多的不那家，加入那个木把背起哈，来了那个倒没变了哈，我搞那老婆上，老婆多呢，我去播，多那里播了8了，你好多工资呢啊，几个，3我了8了，给老婆那里，工资那里是那个1害了。老还3大去，我累了嘛，要播了那是那个刚是我，以前你老爸的老亲哥那我，现在刚是了。